今日嚟到郴州挑戰一下湖南第一辣嘅燒雞公，聽講話本地人連正常辣都食唔到。但是呢，老字號呢，是不是郴州最好吃的雞啊？對。今日咧帶大家去郴州捐窿捐罅去揾食。佢呢度咧成條街都係燒雞公噶喎。我們兩個人把你選最小的。你幫我拿最小的吧。好的好的。哇，這麼大，這小挺大的，養多久這個啊？應該有2、3年了吧。這有多少斤大概？老闆看一下。哇，5斤3兩，怎麼賣啊這個？行吧，那就把它宰了。你們說靚不靚？你說怎麼賣這個？78一份。行，搞一份吧，來都來了。把大的留給你。不要看這裡雖然小，你看這邊在殺雞，這邊在撈魚啊，那邊幾個師傅在炒菜。這個是一個玉米。呢個雞喺台菠蘿店的哦。你們這裡都是吃這個的嗎？是啊。哦，我們廣東不吃這個的。這個好吃的。好吃啊！原來咧佢呢度做雞咧係將啲皮咧全部卸晒落嚟嘅。我們廣東可以起片，你們還可以起皮，這個刀工可以哦。廣東親民的雞，我們這本地飼養都划不來了。那個肉看着漂亮啊，一點肥肉都沒有啊。哎，你們炒菜這裡是用煤？還可以配貨。真的假的？對。現在把雞放在這裡幹嘛呢？壓陣片一下，不對，雞雞咬不夠，要壓6分鐘，到時間就把它抽開，就肥得好了。老闆，聽說你們那個辣，本地人都吃不了啊？本地人都是吃微辣，多辣椒，乾辣椒，對，粒辣椒，辣不辣？老闆，別辣可以吃辣椒，不辣也可以吃不辣。你是本地人嗎？對，給搞廣東辣啊，搞微辣就可以了。那是也要放這個辣椒，這個也要放啊？對，這個。雞皮要把它爆脆先。3、4年的雞，3、4年的雞，這個雞是不是郴州最好吃的雞啊？對，啊，那個雞皮應該很好吃。對，老闆，你做雞做了多少年了？30年，老字號了。是這裡的第一家嗎？對。先放點鹽啊。對。放醬油。1斤來一點。味精來一點。這個不會辣。啊，這個不辣。不會辣。廣東辣的。廣東辣，好。啊，這是辣妹子。對。你們湖南的特產。對。現在真的好看哦，整條街就只有你有客人了哦。對。別人都沒有哦。我生意好30多隻雞了。啊，把剛剛那燉的湯，對，放上去。對。哦，這個蛋你就要吃掉了啊，這是招牌。啊，這招牌，這個補，這個補。哦，啊，先燜一下它，放點胡椒，最後滿滿的2大盤了，太香了吧！而家我哋就嚟試下呢個郴州嘅燒雞公。阿老闆話呢個雞子先係招牌啊，一口爆漿，最新鮮嘅雞子。雞皮咧係要用油爆香佢先咬得喐嘅。嗰啲雞皮爽脆彈牙。嗰雞肉咧係好有嚼頭嘅，完全係冇脂肪，醬香味好濃嘅喎，又辣又爽又停到口。先把我那個野生泥鰍煎香一下，一口下去滿滿的鮮味，這個是補身子的。這啥？茶油。而家嚟試下呢個野生泥鰍湯，成煲湯煲到雪白嘅。哇！佢泥鰍嘅肉咧好結實，仲有蛋嘅泥鰍，哇鮮！而家嚟試下老闆娘種嘅菜，呢個菜根本又甜又爽脆。如果有機會再嚟郴州嘅話，一定會過嚟捧場。今日消費368蚊。今日嚟到廣州探訪一間人氣爆棚，而且大件夾抵食嘅打工人飯堂。呢度只係冰山一角啫，竟然響茶餐廳你哋可以食到鰻魚。而家出發去天河，捐窿捐罅去揾食。開咗個半鐘頭嘅車，終於到啦。2位。2位要等個10分鐘左右哦。可以啦，星期2竟然要排隊啊！我哋啱先喺出邊排咗10分鐘，終於先等到位。點解一間茶餐廳可以咁多人？點解個白汁蟹柳天使麵、滑蛋牛肉飯、雙扒滑蛋牛角包、4個XL 嘅大仙草港奶茶，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日嘅餐單。而家你試下佢嘅滑蛋牛肉飯，29個8，牛肉嘅份量都比較多啊。睇上去嘅滑蛋咧係好滑。可以喎，佢呢個滑蛋咧係入口即化嘅，而且啲牛肉咧係好鮮嫩，啲仔嘅味道啱啱好。我平時出去探店咧係唔食飯啊，佢呢個飯真係好好食，白汁蟹柳天使麵29個8，佢呢度嘅麵體咧你係可以揀嘅，我啱啱係揀咗個拉麵，整一嚿蟹柳試下先。佢呢度啲蟹柳咧整到好似天婦羅咁樣啊，好正啊！蟹香味好濃郁，而且佢呢個麵體咧挑大得嚟咧係好有嚼勁嘅，對比我出去食開嗰啲咧。係完全呢個下流啊！雙扒滑蛋牛角包38個8，份量係超巨型嘅。星巴克幾十蚊先實際夠啫。呢度只係冰山一角咋。佢呢個包底好鬆軟，好香啊！一個正常人嘅份量，絕對係食唔晒啲牛角包嘅。個包又大嚿，而且咧入邊咧仲係有2塊扒喺度，啲滑蛋啊多到裝唔晒啊，漏晒出嚟啦已經。蒲燒日式鰻魚28個8，一整條，竟然響茶餐廳你哋可以食到鰻魚。
佢呢個燒鰻魚唔錯，啲蜜汁咧唔會太流，啱啱好，而且佢放啲檸檬絲上去咧，成條鰻魚咧又冇咁流。嗰條鰻魚嘅油脂香味啊，喺我口腔度湧嚟湧去。4個 XL 大仙草港奶，16個8一杯，好大杯睇下。正喎，佢啲煎咗好滑啊！佢呢杯嘢咧真係可以當甜品食。試下奶茶先。佢呢個奶茶咧又滑又香，而且咧佢嘅茶味咧佢唔會好嘈，就俾我呢啲唔可以飲茶人咧係非常之友好啊！呢度簡直係打工人嘅飯堂啊，分量又大，味道又好，食咁鬼多嘢先155蚊啊！今日嚟到佛山探秘一間開咗17年，基本都係本地街坊幫襯嘅寶藏農莊。78蚊隻咁平啊！一個人睇3個爐嘅老師傅。啱我細路讀書食飯，就食豬都冇食啊！好耐都冇同大家去探秘下呢個農莊美食啦，而家出發去順德，捐窿捐罅係揾食。入到嚟呢啲窿窿罅罅，今日一定有好嘢食啊！開咗1個鐘頭嘅車，終於到啦。咁特別嘅呢度，有紀念館嘅，我嚟噶，應該都有幾廿年歷史啦吧？係啊，有啲咩魚喺入邊啊？有啲鯇魚咯，有啲大頭魚咯，章魚啊咁嘅啫，哦，魚啊咁。哇，仲有兩隻旺財添啊！而家喎，大客嘅兩隻手，食邊隻好老細咁啊？佢一個人啊，啲黃色嗰啲細仔啲78蚊隻， 78蚊隻咁平啊！啊，喺啲大隻嗰啲就貴啲，睇下老細捉雞先。 3斤幾啊？養咗幾耐呢啲啊？嗰啲起碼養100幾日啦。哇，180日，78蚊啫喎，抵到爛喎。呢啲咪三黃雞啊？嗰啲叫三黃雞，你啲雞食咩大嘅？有啲粟米拆啊、板啊，食完啲飯餸飯米啊，一日可以賣幾隻雞啊？多啊賣20零隻啦。做咗幾多年喺度啊？我未結婚就落個仔讀科二喎。阿叔就喺度備料啊，阿老細就喺度劏雞，啲瓜瓜菜菜都自己種喺度啊。中意開門開門，唔開門就唔開門啊。日日開門啊！啱我細路讀書食飯，就食豬都冇食啊。原隻蒸嘅老闆娘係嘛？係啊，啊咁撈少少味，原肉都係咁嘅，生嘅。洋葱、紅棗係嘛？簡簡單單撈下佢得啦。要焗幾耐啊？ 2分鐘。有冇吊水啊？呢條啊？玩啦，沙灘話睇下幾擰擰立立瘦身嘅喎。點買呢條啊？喺度23蚊一斤，2斤1啊。啊，魚隻炒魚片。係啊，咁起個魚腩出嚟啊！呢嚿係要嚟鹽油蒸啊，米魚骨嚟要嚟滾湯。一般就冇就咁細啊，你少人食先就咁細條魚嘅啫。阿叔親自操刀啊！哦，擺啲木瓜落去，即係阿叔入邊廚房嗰啲就你負責噶咯喎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幾十年嘅順德老師傅，揾下佢，真係嘅喎，睇下奶白色嘅喎。放啲鹽啊，放啲其他你蒸幾多分鐘啊？一個人睇3個爐嘅老師傅，勁啊！輕輕撈一下佢。啊，準備炒幾多成熟啊？我家下啲人中意啊嘛。我呢度唔使炒，點煎嘅啫喎。一你炒佢全咁兜，佢咪爛晒咯。哦，鋪響嗰啲紙包上面，哦，靚喎靚喎靚喎。開蓋，哇，哇，嚟啦，出餸啦。哎喲，魚尾如果咧，我哋攞嚟滾木花湯，咁廣東人咧就先飲湯啊，試下先。滾到嗰煲湯咧，奶白色嘅，又鮮又甜。哇，真係好甜啊，好潤啊！你係經常過嚟食飯喺度啊？係啊，平平啊，有啲嘢啊。而家嚟試下呢個魚片炒勝瓜。佢呢個魚片咧炒到好有鑊氣，係完全冇大骨嘅，就係有少少嗰啲好細微嘅骨。完全都冇脷腥味啊！條水做得好靚，整烤得好掂。就鋪咗少少呢個頭菜上去嘅，成個口感係唔同。而家嚟試下呢個油鹽蒸魚腩先。呢條鯇佢用得又細膩又滑，而且完全都唔怕腥。魚腩嘅位置咧，仲帶少少油脂添，好香，真係好好食。而家你試下呢個電飯煲焗雞，你睇啲雞皮 Q 彈 Q 彈。簡直係皮香肉嫩啊，好喉控就啱啱好。佢呢個雞胸唔怕好柴，鹹香啊，好正。今日呢單飯真係平靚正，今日消費165蚊。今日翻到嚟中山探訪一間人均幾十蚊，而且味道好好嘅住家菜。呢個就係我哋沙雞1小時新鮮牛肉。點解人哋用鯽魚，你用鯇魚？鯽魚唔係先甜啲咩？今日咧，我哋出發去南區捐窿捐罅去揾食，開咗半個鐘頭嘅車，終於到啦。請問幾位啊4位唔該。要排嘅有呢3個餸，但係我度比較推薦呢個冬瓜茶魚羹同埋腩薄炒飯。沙溪嘅辣椒餅、煎焗黃花魚，呢個辣椒餅係我哋自己整嘅。避風塘鮮肥牛都係我哋沙溪嘅牛肉。哇，
好新鮮喎條魚喎，你哋鯇魚有幾重啊？你咁講啦，啲骨我係全部撈翻熬湯，魚肉去做羹咯。呢啲鯇魚好多骨噶喎，我要好嘥時間。起完個毛骨出嚟冇幾多噶咯喎，而家放落去蒸幾多分鐘啊，師傅10分鐘啊！呢個就係我哋每日朝有新過百斤嘅魚骨去熬出嚟嘅湯，幾乎就我哋嘅招牌菜。老老實實呢兜嘢有冇生花淡奶？我哋從來唔用呢黑科技嘢，我又咁樣拆法啊，都近視咯。我哋仲要手工拆咗一次速款咧。因為好多老人家小朋友啊都中意食啊嘛。點解人哋用鯽魚，你用鯇魚？鯽魚唔係先甜啲咩？魚啊食價比高啲啊嘛，同埋我哋魚湯熬得靚嘅話，一樣咁鮮甜。我哋落啲芫茜薑絲落去，去腥增香係嘛？靚到！你哋估下今日呢圍台要幾錢啊啦？試下呢個冬瓜刷魚羹啊，入邊嘅配料都比較多嘅喎，有瑤柱啦、竹笙啦、杏鮑菇同埋木耳喺入邊嘅，要48蚊一份嘅喎。真係好鮮甜啊！嗰啲魚味好濃郁，而且咧佢擺咗好多配料落去咧，個口感層次係好豐富嘅。爆香啲料頭先，呢個辣椒餅咧係我自己屋企手工做嘅，加翻啲我哋巴西嘅靈魂醬料，就係呢個辣椒餅焗黃花。佢呢個焗黃花嘅做法咧，先將條魚咧係遮香咗佢嘅辣椒餅嘅味道咧，加咗啲我哋本地嘅沙溪豆豉同埋紫蘇落去，成個菜嘅風味咧係更加唔同咗嘅。佢對比清蒸係真係又滑，而且辣辣地咧，我哋送飯一流啊！呢個就係我哋沙溪1小時新鮮牛肉，頭場就喺隔離啫，全部都係雪花牛肉，佢嘅奶香味同埋牛香味會更加濃郁啲。聞上去就好香咯喎！試下呢個避風塘沙溪肥牛肉，參考咗呢個香港嘅做法，利用咗我哋本地沙溪嘅1小時牛肉，炸過佢之後，將啲所有牛肉嘅牛香味鎖喺入邊，一直上身咧，牛油香味啊響口腔度湧出嚟，好正啊！佢呢個肥牛肥而不爛，好正。呢啲腩角都係我哋自己晒嘅。腩角炒飯，我都真係第一次試。靈魂豬油，哇，鑊氣十足啊！上碟，腩角蒸邊要食得多啦，腩角炒飯就未試過。佢啲炒飯咧係粒粒分明嘅，食到佢嗰啲豬油渣嘅味道，同埋嗰腩角嗰啲香味啊，好濃郁。然後咧有少少尾調係甜味嘅，呢個餸真係只可以喺我哋中山先食得到噶。而家你試下呢個芥末檸檬雞，肉質睇上去就靚啦，夠晒嫩。佢用啲係比較新鮮嘅，嗰隻雞咧係好嫩滑，食上去真係好清新喎。嗰啲檸檬同埋嗰啲洋葱嘅味道咧，湧出嚟咧，很自然呢條爛嘢啊！嗰個芥末嘅味道咧，後生土啊！試下呢個紫蘇醬爆墨魚嘴。佢嘅口感咧脆嫩得嚟咧有大咬啊，用咗啲紫蘇洋葱同埋啲辣椒落去炒啊，真係好地道嘅沙溪風味。今日呢間龍都嘅住家菜咧，傳統得嚟，佢嘅口味咧又係比較創新嘅，5個人嘅份量，318蚊。